墩墩墩墩的册，墩墩墩墩的故，就是讲有一个查某囡仔，伊无生囝，伊就甲天公伯啊讲，我若生一个囡仔，毋知有偌好咧。是一个妈妈。对，伊讲，那就准讲阮囝是迄个地固的形嘛，袂要紧，有一个囡仔我就欢喜啊。结果咧，天公伯也听到，有影互伊生一个后生，但是毋是生一个查某囝，但是这个查某囝咧是地固的形。即个妈妈有当时啊，就伫遐工课，工课，迄个地固伊就伫遐练来练去，跳，讲妈妈，我足介意你。迄个查某囡仔，迄个妈妈就想讲，虽讲阮查某囝是一个地固的形，毋过伊真介意我呢，那安尼我要甲伊疼惜。迄个妈妈伫咧遐工课的时阵，迄个地固就伫遐练来练去，叫来叫。嘛有练来练去啊，练来练去就咚咚的声。有一天，迄个地固讲。妈妈，我想要去菜市啊！拜托你互我去菜市啊嘛！妈妈讲，但是你遮细汉着，你毋知出门是会翻，还是会尖，还是会乖？安尼出门我袂放心。迄个囡仔就讲，第一个就讲，我会乖，我袂翻，拜托你互我去。妈妈就讲，好啦，无你就紧去。迄个第一个就出门。对因兜出来，墩墩，要去菜市啊！来到菜市啊，就是来到即个好野人伊开的店。好野人看到即个地固真古锥，就甲摸起来讲：即个地固，摕去阮兜，送互阮某，毋知有偌好咧。伊就伫咧地固内底放蜂蜜。蜂蜜是这款是果酱，这款是牛奶，这款是油。这款是油啊，迄款倒一款是蜂蜜。这款。安尼边仔迄款是啥？是油。是油安尼伊咧卖啥物？伫卖做侪物件。安尼伊就伫咧地固内底放蜂蜜，就底蜂蜜了后，就摕转去互因某。因某看到即个地固内底底蜂蜜，足欢喜诶，讲咱暗顿来食蜂蜜好啊！迄个地固讲无爱，蜂蜜是我诶，我无爱互你。伊就甲迄个挂加条，因某就真出来讲，要甲迄挂扭袂开。这啥物？这是伊诶手啊！迄是伊手啊伊就讲翁诶，来斗相共，即个地固拍袂开。因翁就来斗相共，真出来甲扭袂开，塞袂开。因翁就讲，即个地固哪会遮尔翻？内底底蜂蜜煞拍袂开。即个地固摕倒转来无效，就甲地固对窗仔门弹出去。即个地固就对好野人因兜，墩来到因妈妈因兜，伊就讲。妈妈，甲我抱！妈妈，甲我拍开！伊妈妈就甲伊抱起来，甲伊拍开。一个看，转蜂蜜。伊就讲，地固，今仔日出去，哪有蜂蜜通我摕倒转来？是毋是迄个卖蜂蜜的人看到你古锥送你蜂蜜？即个人哪会遮尔甘心啊？结果地固无甲伊讲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原来这蜂蜜毋是人送伊的，是伊甲人抢来的。争辩来的，过顿工，迄个第一个就讲，妈妈，我要去菜市啊！妈妈就讲，第一个你遮细汉，你出去毋知是会翻，还是会尖，还是会乖，安尼我袂放心。第一个讲，我出去会乖，拜托你互我出去。妈妈就讲，好啦，无互你去啦。第一个就讲，我出门啊伊就对因兜墩。这是楼梯呢。对对楼梯遐过结果伊无去菜市啊呢，伊对菜市啊边仔过，行，来到国王因兜。国王一个看，
即个茶果哪会遮尔古锥？伊就讲，我茶果摕去送互王兄好啊，伊就甲茶果摕来互王兄。因某就是王兄。对，国王因某就是王兄。王兄讲，茶果真古锥，无我伫咧内底放金银财宝好啊。伊就甲伊个手指摕落来，放伫咧内底。伊甲伊个破链拔落来嘛，放伫咧内底；甲伊手环拔落来嘛，放伫咧内底。迄个珍珠旋石拢放伫咧内底，就甲挂扛起来。到暗时啊，暗时啊要请人客啊，所以爱装互水水去食青草的。就讲我金银财宝、手指、手环、破链拢伫咧内底，我甲迄手指、手环摕出来，提起来，装水水要来去请人客。结果挂拍袂开，又真出来扭袂开，又讲翁诶，紧来甲我斗相共。因翁就是国王，就来斗相共，真出来扭袂开。因翁就讲，即个茶果反无路用，哪会摕着茶果即款无路用的茶果来阮兜，又甲茶果对头仔门弹出去。即个茶果就对国王因兜一路蹲，金银财宝拢落出来。因为伊用电的啦，用电的金银财宝就会落出来啊。就蹲，来到因兜，讲妈妈，甲我抱，妈妈，甲我拍开。伊妈妈就甲伊抱，甲伊拍开，一个看，金银财宝。伊妈妈就讲，哎哟，免有可能有人送你金银财宝，这一定是你甲人抢来的，你出去一定是各反各真，对无？你会去哪一个家？歹势，对，各反各真，对无？你是长去做的？长去创啥？你长去做的？做啥物？做这本dun就。就长石的，是英国去做的，几若工进前啊，就dun伊就。是英国去做。爱讲长哦，安尼好迄工，因妈妈就讲，你安尼反面一啦，这金银财宝毋是你的，明仔载摕来去行人。迄工妈妈就哪哭哪困，讲阮囝哪会出去遮尔啊反做歹代志但是咧，过顿工，即个茶果伊趁天也未光，妈妈也未精神，伊就出门，蹲走去。伊就对菜市仔遐过，拄着即个好家人。好家人一个看，喂，你敢毋是迄个偷摕我旁边的迄支茶果？我要甲你掠起来，来去找国王，甲国王斗，讲你偷摕我的旁边。伊就去互好家人掠去国王因兜。国王一个看，喂，你这茶果敢毋是偷摕我的金银财宝的茶果？伊会去油画晒。油画晒对。你敢毋是迄个偷摕我金银财宝的茶果？就讲，这个茶果哪会遮尔反？原来毋是敢若偷摕我的金银财宝，佮偷摕迄个好家人的旁边。那安尼，这个茶果实在是伤过反啊！爱甲你发。要甲发咧，就叫迄个饲羊仔的来讲，饲羊仔的，你甲即个茶果撒去，伫咧伊个腹肚底放屎，饲羊仔的就甲带倒去因兜，迄羊仔放屎的所在，用沙条甲屎放伫咧茶果的腹肚底，茶果就讲那是屎臭毛毛，安尼，伊就真可怜，练到转去因兜，讲妈妈甲我抱，妈妈甲我拍开，伊妈妈甲伊抱起来，一个拍开，那是屎，臭毛毛，紧摕迄个湿棒子，甲伊落清去。结果迄个茶果后来就乖乖啊，伊就真久拢毋敢家己出门。后来伊搁敢家己出门的时阵，嘛拢乖乖，毋敢搁甲人创治。茶果的果。我甲伊。金银财宝一个食。金银财宝一个食。因为伊腹肚底放金银财宝啊。